没有态度的新闻我不报，不够颠覆的话题我不聊，只在飞碟给你独家首选的桃子晚报。2012年8月6号星期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今天呢，在这个现场来了一位一哥啊，不但是会演能唱，同时呢，哇，现在是双声带哦，很厉害哦哈，英俊小生，这个是我们戏剧界的一哥。世贤哥，王世贤大哥你好。桃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这次出这个专辑哦，其实一开始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还想说，哦，这新人不错哦，就是很特别，很有自己的气口。然后呢，就想说，伍佰老师你小心哦。这个听说是你盼了25年，然后终于发行首张国语专辑。对，25年前就想出国语专辑。那个时候在学校也参加那个青春之星，拿比赛，然后录了滚石的一张合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发梦，哪一天可以出国语专辑，那经由一些长辈介绍，然后到了力歌唱片，居然是出闽南语专辑，可是你在你刚刚讲青春之星的时候，比赛是唱国语歌，对，是不是国语的，是我学长，我们要自己创作，然后自己创作，然后唱了一首《良夜》，是国语歌，然后也是男女对唱，跟我的学妹一起唱，然后也入围了前10名。那你怎么让唱片公司发现你会唱台语歌？因为是有一次我在家，因为我有一个习惯，我很喜欢在厕所唱歌。然后我阿公有一个好朋友叫周天旺老先生，写乌雅辉的那个，非常有名。他就说：“是谁在厕所唱啊？”我说：“有温孙呐。”嘿，还有机会嘛，搞看行节，爱唱歌哩。然后他一听到，好啊，我现在在力歌唱片当音乐总监啊，然后就过来嘛，先试个音嘛。所以在厕所里唱歌还是要小心一点，不晓得外面有什么专家在听，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唱出兴趣了，因为那时候有得奖了嘛，然后都入围了之后，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每天跟这些band在那边唱歌，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表演，那个时候就很想表演，那个也不想踢足球，那时候就很想表演，然后进了唱片公司，然后就去试音，然后试音就觉得你唱歌就顶就很硬，然后如果要的话，你要从闽南语出发，他会觉得你从闽南语出发了会比较有胜算，因为闽南语没有那种比较健康的歌手，就是学体育的这种，大家都是书生型的那种，像洪龙洪大哥这样子。然后我说好啊，只要你帮我出片，我都 OK 啊。当然还要受训，去蒋龙一蒋老师练习发声，然后去董家明董老师那边练习那种台语的气口、accent 啊什么东西，然后练了半年，才有办法出一张闽南语专辑。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很奇妙，很多事情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比如像张韶涵，一开始他也跟他说你要出唱片，就他先演偶像剧。就演到这么红，然后才回来去出唱片。对，所以这个都很难讲。我觉得有时候觉得我们的那个命运那一本书是在老天爷的手上啦，那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真的。但其实我在听这个世贤哥要唱国语，我觉得很特别，很有自己的一个 key 比在哈。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是这个潘协庆老师帮你词曲创作也是制作的这首歌《一起去幸福》。虽然我没有白马，但我的心从不虚假，因为爱不需代价。Oh baby， 决定去幸福吧，莫管别人怎样看，只要我爱你，你爱我，你是我最甜蜜的牵挂，无人会当作懂我，为爱闯天涯，亲爱的，咱是搁在等啥？北极冰就要融化，我听我爱你，你爱我。
感情这事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皑皑不存在。欢迎回到陶子晚报，今天为各位专访的是这个超级天王，又是这个电影票房保证，又是这个8点档一哥，然后呢又是这个最佳的这个台语歌王，然后呢现在他出了国语专辑《一起去幸福》哦。其实，在录音的时候有很多要克服的地方吗？世贤哥？有，比如说在刚刚那个《一起去幸福》里面有国台语穿插，那可能唱了20几年的台语歌，特别对那个字，特别的浓郁，所以说我自己就会放了很多情绪在里面，然后老师就说，不能这样唱，你这样唱下去就变2个王世贤在唱这首歌，然后我就经过很多调试，然后再加上自己要把自己放空，然后把自己当成新人，什么都不懂，然后对，这个就是很麻烦。比如说你本来是练拳的，拳已经是叶问了，对不对？然后突然说给你根棍子，好像那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然后有过去唱台语的一些技巧，可能在国语这边不能用不行，是不是？不行，他觉得国语讲究的是一种氛围，然后把闽南语的那种洒狗血的唱法放进来的时候会很突兀，会非常的突兀。共鸣位置要不要换？要，一定要，因为闽南语胸腔喉音会比较多，然后每个字都咬得很重，然后还要三不狗血，就要转个2个音这样子，那表示自己很会唱歌这样子。那国语不是，国语讲究的是一种氛围，是那种感觉。那纵使你一个音或是说一个字咬得不是很清楚，但是那个气氛对了，也是 OK 的。是，但闽南语是不行的。闽南语每个音每个字你都要很到位，要很清楚，那个情绪要表达得非常的露骨，马上要让人家感受得到。那国语不是，国语可能整体的氛围很重要，比如说编曲，然后到哪里，然后第一遍、第二遍编曲又不一样。那闽南语坦白说都差不多，第一遍、第二遍、2遍半，其实都是一个固定的框架跟模式。那国语歌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来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森林，很好玩，然后什么东西都没触碰过，然后你就觉得很新鲜，那唱起来情感就会比较浓郁一点。这很难得这个经验呢，哈，因为你想你已经称霸这么久，然后用你惯用的技巧，用你对于流行音乐的认识，然后突然就是全部就是说倒掉，整杯倒掉，重新来，你知道吗？然后那你知道像你们已经是这么会唱、这么会演的艺人哦，很多东西是反射的。对不对？他不是说可能我们还想一下怎么去气要怎么冲的，你不是，你是立刻心率流水就可以到。可是现在这种反射要把反射作用拿掉，我觉得这个就好像要敲你膝盖，然后你脚不准翘一样，对不对？就有时候真的自己的心理层面那个你自己真的要处理得很好。所以录音是一进去到，比如说开始去渐渐抛掉过去一些对于歌曲的想法跟技巧，到开始能够很比较自在的，然后不用再用力提醒的，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其实我还好我很快就能够适应，是制作老师可能他们比较不能够习惯，他们一开始会觉得事情可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意见，然后当他们要录我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很害怕，很害怕，他怕说会不会在录音室就打起来了，那种感觉，然后很难去纠正他一些东西，或是说改正他一些东西。那其实还好，我就把自己幻想成是一个新人，然后老师要什么尽量做到他要的那种氛围，仅有的一些经验，那不该有的，那当然就真的要把它拿掉。那有的真的很难，需要点时间，比如说抖音的部分啊，还是说有些歌曲到了尾音用抛的，那闽南语有的几乎全部都是到了尾音都是要把它收得很漂亮，渐强渐弱那种感觉要收得很漂亮。那有时候遇到一些国语歌，它比较有个性的歌曲的时候，它变得要用抛式的，然后很 man 的那种唱法，那这个东西就很难去
要花时间，有时候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在家里自己练。什么叫抛的感觉？因为我们习惯用收的。你应该叫我们这种不太会唱歌的教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就很抛啊，尾音不会哦，抖音不会哦，可能，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世贤哥来说又是另外一条新的路哦，我觉得很好啊，对不对哈？因为在演艺圈可能很多事情你都尝试过了，这次的国语专辑呢，其实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王世贤，马上就来推荐这首《上岸》。心转一个方向，看世界就不一样。一年黑暗，一年阳光，悲伤会被时间冲淡。也许那心中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与其难过，何不对自己最宽容？没有谁是金刚不坏，能把爱看明白。痛不放开，心要如何自在？人生因为只反而精彩，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原来快乐是种习惯，上了岸才明白。痛要放开，心要悟得自在。我要的幸福不在未来，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不存在。在这一次，我觉得在邀歌的这整个这些人都是你没有接触过的哈。没有制作老师，完全没有。对啊，刚刚我们讲到有潘雪庆老师的歌《思松》，对，对不对？伟松，哇，姚若龙老师的词，天天的词，这都是你以前没有唱过他们的作品吧？没有，完全没有。哦，林夕，你看，对，是不是？因为林夕有没有写过台语词？好像是有过，但不多啦。我的意思是哦，徐世珍等等哦，所以其实你在比如拿到歌词，跟以前录台语专辑有什么不一样？就让我觉得这些老师很厉害，非常的厉害。可是我真的要坦白讲，我要感谢这些制作老师，比如说潘协庆老师啊，施伟松老师，他之前对我的一些了解大过于整个录音的时间，然后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来去跟我沟通，然后去了解世贤你现在要什么。其实一开始要做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想做一个 EP，然后请了施伟松老师来帮我做，然后当然要问我要唱什么，就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内容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不知道，然后他就觉得好吧，那我们就单纯的聊天，那我就聊一些我的想法，对于家庭、事业、爱情的各方面一个角落的一个想法，然后他们了解之后然后他们就发包出去，请人家写，那潘老师呢，我就觉得他真的蛮像一龙的，日剧有一部戏叫《一龙》，他很厉害，他也是一样跟我聊聊了之后呢，然后我看到的这些词曲创作，词曲老师写给我的词，我就觉得很感动，我会觉得写到你心里去了啊！对，那一定是制作老师跟比如说林夕老师他们在聊要写什么，哪一个方向这样子，那真的我拿到手上，我就真的非常非常有感触，那潘老师就说，其实第一章可以这么做啊，他说第一章你可以这样子做，各个方向都可以，你可以写你家庭温暖的一面，你可以写朋友讲义气的一面，在学校一拍即合，你是左脚，你的同学就是右脚，你一开始可以这么做，然后我说那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般的情歌 K 歌什么的，他说不用，你现在不用去想这些问题，该有的 K 歌，该有的情歌会给你，但是也
不至于说一定要跟别人一样。你先要告诉大家，王世贤出了一张国语专辑，那里面的精神指标在哪里？你想要做什么东西？你想要告诉大家什么东西？这个比较重要。对。所以没关系啊，我觉得才第一步嘛，对不对？以后还有好多好多的国台语专辑都要出这样子。我们再来继续推荐这首歌哦，这个是王亚军的词，然后李伟松老师的曲，制作也是伟松老师，叫做《赤子》。风轻轻波动，雨闪闪人匆匆，不堪繁华经落，独钟你温柔。时间如沙漏，而我们被推着走。其实我也心痛，也不舍你无悔宽容。我在追一个梦，梦里不做英雄，只有单纯感动，坚定而执着。甘心为爱而疯，像太阳不停转动，溶解每一个冰冷角落，让你不再为爱受冻，让勇气燃烧天空，永远不日落。我在追一个梦，梦里不做英雄，只有单纯感动，坚定而执着，甘心为爱而疯，带你一起漫游，像赤子一样的洒脱。只有单纯感动，坚定而执着，甘心为爱而疯，像赤子一样的洒脱。我是王世贤。决定去幸福吧，卖管把人怎看？飞碟的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欢迎回到桃子晚报，今天为各位专访的是这个很狗王世贤。其实呢，在这个我认识李仁之前，我就认识很狗了，我们还一起打过牌。然后呢，又因为这个民视的8点档，我陪着老公去，然后也这个常常跟这个很狗这个看他拍戏啊，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他跟其实李仁也要请我跟你问好，说好久没有看到你了。然后其实聊起来，过去在拍《民视一难忘》的时候，真的可以说你们是生死之交哦，因为差一点，有些画面是真的小命差点没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蛮对不起他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当天的那个场景，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早上一到，我就会担心整个一个安全措施上。那时候是在哪里啊？碧潭翡翠水库对，新店溪。新店溪。然后我一开始我就跟副导讲，我说，万一如果我们怎么样的话，那有什么安全措施？只有一条尼龙绳，在下游那边等着我。我说你有跟没有还不是一样。我们在水平面上，我怎么看得到一条尼龙绳还是白色的？我怎么看得到呢？可能要用鱼枪射你们。我说你放在那里反而更危险。对。哦。我说那你干脆不要，你就叫一些人到后面等着我们吧。然后其实那天我就有点错，因为那天我们是在等着翡翠水库泄洪，然后要拍那种木头在水上这样湍急这样飘，是
我说哦，那导演真的很厉害，会想到这种镜头。对，他一定要有那个水流感，才有你们好像从阿里山跳下来，其实是接到新店溪嘛，这样拍，对不对？对。所以导演还要求说水流一定要很强。那时候李仁就问我说：“Hengo，我们连站都站不住了。”真的连站都站不住了，你怎么从溪的中间然后游上岸呢？是，而且要在镜头的前面游上岸。是，我说我们2个都还蛮试水性的啦。他说我是 OK 啦。然后我说要不然来赌一把？我说富贵险中求。是。然后他说好啊，Hengo你说 OK 我们 OK。我说好。对，因为大哥在前面说 OK， 小弟在后面就也不敢说不，说哦好啦。但是因为我很想回家。是，而且那时候在水里是真的有觉得快不行了，站不住，那个真的站不住，真的站不住。然后更不用说游了，5432一开始的时候，你根本还没有游往岸边游的时候，你已经冲出境了，冲出境了，被水冲出去了。那时候我的余光看到李仁在我的右前方，因为他比较瘦，他飘得比较快，我比较重，然后我真的我脚不晓得被撞了几颗大石头。 Oh my god！ 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痛了啦，因为我也吃了一口水，我就是完了，我心里面脑袋过去完了，那我看到哎呦李仁还好，李仁还浮在水面上，我就觉得他很 OK， 他还游得很好，然后突然就听到左边有一群人，你们需不需要帮忙这样？对，天使，我的天哪！然后左边刚好我们碰到一群人在做那个演习，对，演习，然后训练一些救生员。是，然后我就看到一个鱼雷标就射过来了，射过来了。然后也还好，在这个之前，我们有个 Popo 桑，就是工作人员，他有穿救生衣。他看到我们2个被冲走的时候，他就跳到我们2个的中间。然后我们2个过去就把他抱住，就变成3个人在那边飘。然后鱼雷标就射过来，然后我们再接个那个鱼雷标，然后我们3个人就才被拖上岸。后来你们上岸就把导演打了一顿，没有啦，谁敢啊？不会啦，只是 OS 叉。真的啊，当场就叉了，好辛苦哦。好啦，还是出唱片做歌手好不好？我们来听这首歌《男人与男孩》。有一个男孩拖着皮箱说要流浪，仿佛全世界都为他鼓掌。当时的月亮大得夸张，膨胀了希望。有一个男人跌跌撞撞，满身是伤，看不透爱恨冷暖和梦想。高照的艳阳灼着善良，他前途茫茫。随风去吧，曾属于我的爱，在那停泊和谁生活，只剩下一个梦，远处夕阳，只能静静欣赏。破碎的心化成云在飘散。究竟要爱过多少不被了解的伤，才能够笑着说自己无憾？谁最有肩膀，谁最诚实，谁又在伪装？男人的世界其实要了解不算难，不就和小孩世界一模样？受伤的时候也会一个人大哭一场。随风去吧，曾属于我的爱，在那停泊和谁生活，只剩下一个梦，远处夕阳，只能静静欣赏。破碎的心化成云在飘散。随风去吧，曾属于我
是生活只剩下一个梦，远处夕阳，只能静静欣赏。破碎的心化成云在飘散，破碎的心化成云在飘散。成碎片，渐渐飘散。是刚刚讲到这个拍戏的辛苦哈，那当然其实这个跟你一起拍片还有老婆小云这样子哈，其实你对于老婆是，就是说你们两个在做事情，或者是他给你工作上的建议是，比如他是军师，还是说听你的？他应该是算军师啊，他会想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当然我也会提出我的看法，但是他就会尽力的去说服我，他觉得他听到了别人的对王世贤的看法，之后他如果认同的话，他就会试图的去改变我，然后觉得你哪里要加强，那你那次上通告你讲那个话，我觉得不优。哦，是哦，哇，那他是贤内助哎，会帮你很多啊。我每次录完影啊，然后什么时候要播出，然后他就一定会看，然后甚至比如说我上了电台，然后宕机了，他也会很生气。什么叫宕机？就是说，突然不知道讲什么哦，然后很久没，我就说不好意思，因为我很久没上电台，然后坦白讲，有些时候节目是要自己写歌，然后自己要串，对，然后自己要讲很多东西，对，我哪那么多东西可以讲啊？然后就开始自己要做功课啊，我就觉得很累啊。他说做到还不都你的，那你就要自己去用功。是，比如说你自己的专辑也是一样，那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参加金曲奖，或许没有有入围没得奖的时候，他就会比我更认真的去检讨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奖。别人的作品，他是教练呢，哈。对啊，他就会买别人的专辑回来听。哇！然后每一张专辑都听，听完之后，没话讲了，人家真的音乐做得很多元，然后怎么样，请到都是好比如说名牌呀，然后花很多钱呐，然后人家花很多时间，然后比如说人家的封面设计，人家设计的真的不错，很有内容，那我们就要自己去检讨。哇，你老婆真的比如说哪一个设计师比如说小猪的设计师谁的设计师不错，我们可不可以去尝试，然后请他来帮我们做这一次的专辑封面设计这样子。其实他真的比我还用心，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男人选老婆真的要注意呢，选到这个你看是不是帮你多好？真的，他就我自己觉得他像教官，他真的很像教官。我每次有录影啊，做什么活动啊，比如说像我这一次全省这样的签唱会下来，然后我有一个司机啊，有一天我老婆也在忙，在外面忙，他就说贤哥，林某今天辛苦了。我说怎么说？没有啊，我刚刚下去，我看他里外一直跑，然后又要照顾小孩，我把我女儿带出去嘛。然后他就里外要注意，然后人家现场有在卖唱片，然后看人家卖的怎么样，然后怎么做，那时间要控制好，然后还要跟我的歌迷朋友们这种 social 一下，寒暄一下，他从里面忙到外面，从外面忙到里面，那有一次我真的吓到，我怎么唱，舞台前面为什么我老婆怎么站在我最前面？因为我歌迷朋友拿了那种 LED 灯啊什么的，他在前面啊，他就要跟他们哈拉寒暄这样子，所以说他也蛮辛苦的。然后有时候想想自己也不就做一点功课而已，也还好。真的，这个老婆真的很爱你，很挺你哈，这真的是 Hockey 啦哈。所以其实呢，可以看见就是呢，我觉得 Hengo 这次的这个对
国语专辑的付出努力，还有所有制作人都在折磨你，你的 range 那个每首歌的那个 range 超宽，我就听说哇塞，这真的都很难唱哈，但难不倒你。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很好，一起去幸福，由王世贤来喊出来，因为他自己呢就是在努力的经营他的人生、他的事业、他的家庭，所以大家跟着他一起去幸福。我们最后就来这首歌。这也送给全天下所有在这个老公背后默默支持的这些女人们啊，希望你开心，也谢谢 Hango， 谢谢桃子，谢谢，拜拜，拜拜。我不会以爱之名原谅自己，爱你是希望你开心，绝不是要让你忧虑。如果你怕我的爱用尽，我会将温柔种成百年的绿荫。你害怕变成我的难题，你还是偷偷擦干眼睛，所有心情拍成电影，藏在心中独自播映。你贴心，我不忍心，爱你是希望你开心，并不是要看你痛心。单纯的爱情变成了话题，你被冰冷的侧影给袭击。爱你是希望你开心，绝不是要让你孤立。看你翻身在不安的梦境，辗转反省，怎么去更疼你。